大熱嘅 Leo 即將引嚟下一個熱話同埋車友嘅注目，20寸 Java Leo Carbon 碳纖三摺疊單車準備登場啦！之前呢，非常多車友查詢，而工廠喺今日正式通知接受20寸 Leo Carbon 嘅預訂，預計會喺3月底至4月期間分批次去生產。呢個禮拜呢，接受我哋香港呢邊嘅落單，有興趣嘅車友仲唔嗱聲揾我哋落單？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嘅支持。喺上次16寸 Leo Carbon 嘅批次呢，訂單量真係好誇張，批貨呢又好衰唔衰，新年前幾日先到喎，忙到我哋呢初1、2、3呢都收唔到爐，盡最大嘅努力將一大堆嘅訂單處理好、安裝好，逐一送俾我哋嘅車友。亦都好多謝有啲車友呢，除咗揾我哋買車之餘呢，仲有幫襯我哋嘅改裝一條龍服務喎。呢條短片入邊呢，展示嘅係16寸 Leo Carbon 嘅版本，因為20寸呢仲未出爐，未有實物㗎。但係我哋相信同鋁合金 Leo 嘅情況係一樣，16寸同埋20寸係用上同一組嘅車架，只係前叉同埋後三角位呢去拉長，去容納翻20寸嘅輪組，所以工廠就住20寸 Leo Carbon 推出嘅顏色呢，同16寸係一模一樣。工廠表示呢，佢哋首批製作嘅顏色有3隻色，包括暗影胎灰、墨灰煙藍同埋橄欖綠色呢3隻色嘅。而第2批製作嘅顏色呢，就係暗曜黑紋，即係黑大理石色。咁大家留意翻個貨期。喺配置方面呢，同樣都係用11至40齒嘅一個飛輪啦。咁另外大餅呢，就係用上50齒嘅單盤，中空單盤。而輪組方面呢，係鋁合金嘅，有興趣可以揾我哋升級碳纖3刀輪組。佢嘅變速器同其他電變嘅 Leo 一樣，都係用上輪風 Wheel Top 嘅12速電變嘅。咁另外咧，呢部車無論佢嘅頭柱啦、佢嘅燕把、車架、前叉都係用上碳纖。我哋酷溫提供全港免費送貨到樓下嘅服務，由專業嘅單車技師親自送上門，送俾你嘅時候，師傅仲會親自教你接車、電變應用、日常保養嘅心得等等，全程專心專注咁樣一對一招呼你。喺教授嘅時候呢，你可以即場試踩翻幾個圈，有咩覺得唔妥想調校，師傅呢都會即場幫你處理。除咗免費送貨服務之外，凡係經酷溫訂購 Java Leo Carbon 20寸版本嘅話呢，我哋仲享有一個超筍嘅禮遇，就係4樣禮品全部送，包括 RC 3啤令快拆腳踏、顏色任選。另外我哋仲送你充電前燈、充電後燈同埋隱藏式嘅鈴鈴，4樣禮包通通俾晒你。另外16寸嘅 Leo Carbon 我哋目前都有現貨發售，如果想買 Leo， 記得揾我哋酷溫幣查詢或者 WhatsApp 54829987，期待你嘅光顧。